有一个合作东金省的乐团，伊用台湾的新名甲鬼怪传说做主题来创作音乐。嘛，专工定伫咱7月底关鬼门迄一天，也就是新历8月26发片，也有办演唱会，希望用新的角度甲音乐来展现充满人性的鬼仔歌。 以恒春地区的北部公主传说做主题，描写为爱走来台湾却拄着灾难不幸牺牲，这种爱着较惨死的现代精神。东京市乐团的专辑变演转成述，以台湾民间流传的风俗、新编故事甲鬼仔歌做主题，用无同的角度唱出这的传说故事。来自民间的奇谈色彩呢，是大家想象力的来源。想用一些游戏式的概念，其实是很符合台湾人一种乐天啊、爱开玩笑的性格。来找我离掉你。 亲像这条以台南出名民间故事拿刀子爷为主题的歌曲，加起了歹翁，落尾加做冤魂的拿刀子爷恐怖形象，转化做对抗歹神查甫的漂泊形象。献给各位敢爱敢恨的你们，就是林头姐给大家的启示。用别的角度去切入，不是说每个妖怪都非常可怕，也不是说就是像大家就是传统听到的那样子。变演转成述，除了用台语创作，还有客语、华语参其他外国语言。乐团成员表示，因的武器确实无够练等，嘛是咧透过这张专辑重新找根。多语言交杂呢，并不是说特地要去强调什么，而是我们生活之中本来就是这样。也许就是希望，就是听众们他们听到这首歌也会觉得，这是什么很有趣，想要去了解。东京市以趣味的方式讲台湾的风俗甲故事，因除了8月底伫台湾发片开演唱会，所落来也会出国巡回演出，望世界了解来自台湾的语言甲故事。记者郭不长水台北报道。